2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带您到高雄市武庙路上的这一间客家餐馆来探寻美味。老板娘黄明珠从小住在南投的客家庄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她学会做客家菜。每逢过年呢，一定会做这一道，这叫做包仔果。这是黄明珠的母亲传承下来的。包仔果呢，现在她很害怕失传这一方美味，因此打算开班授课，希望让美味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高雄武庙路上这间小餐馆，用餐时刻人潮络绎不绝，这里卖的是客家菜。她是餐厅老板娘黄明珠，从小住在南投中寮，左邻右舍大多都是客家人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她学会做客家菜。虾米、香菇和绞肉拌炒，这是包仔果的馅料。锅铲不停地翻动，香味就越来越浓了。而包仔果的外皮也是手工现做。看黄明珠使尽力气揉面团，就算是手酸了，还是要坚持纯手工，那外皮才有嚼劲，才吃得到妈妈的味道。黄明珠抓起一大把的馅料，也装进满满的回忆。她说，每逢过年，餐桌上少不了这一道菜的。一个一个步骤来啊，好，那么看。你就在旁边在看，然后你就因为我家开杂货店，他教你以后哈，你就要自己去摸索了。用料实在，不偷工减料。现在他最害怕失传，于是打算开班授课。古时候一直传下来，像我家里做的菜，大部分都是古早味的啊。我很怕那个东西失传，还在找。我的粽子也包得蛮好的哦，我想开班授课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学啊。一颗颗包仔果扎实饱满，还得要经过蒸笼这一关。20分钟的催煮，叶子香气渗透 ，Q 软外皮，内馅扎实。黄明珠品尝一口，想起过去。想到妈妈怎么教我们呢？哎，我妈妈对我好严厉哦，男的啊都不用做，我妈妈生我一个女的，只有我在做。黄明珠学到客家菜，也传承客家人勤俭刻苦的美德。客庄美味不分族群，街坊传承好手艺。闽南餐厅卖客家菜，一把虾米，一团绞肉，手工揉进客家精神。蒸笼里的包仔果出炉，品尝无距离的感动时刻。